因为台南市会微笑单车 U-Bike 2.0 23号正式登场。原来6单外提摆建立台南公共运输的历史。市府交通局盛大举办记者会，局长表示，第一波总共有77站800台自行车投入服务，除了宣布甲其他县市同款的费率，但市阁加码市民卡半价，到今年底进前30分钟拢是免费的好康。特别市民卡有半价优惠的服务，所以鼓励市民朋友多多来使用。另外是为了鼓励骑乘，到今年底以前呢，都是前30分钟 U-Bike 2.0 的部分都是免费来骑乘。市长吴伟天伫交通局陪同嘛骑 U-Bike 2.0进场，希望228假期提供民众甲游客享受全新的公共自行车，预计年底进前完成500站的目标。同时，电动辅助自行车卖伫4月份提供服务，强调骑起来感觉足好。我觉得，而且我看到上面的那个这个仪表板那边就是说刷卡很方便，又加一个太阳能的面板啊，那个面板可以充电啊，有太阳的时候充电，有光线的充电，那可以维持这个U-Bike 的这个计费啦等等的运作，那是非常方便。强调简单省力操作，临时停车还有专用锁匙等专利设计台南 U-Bike 2.0，加上每个月抽5000块购物金等促销，嘛互台南 U-Bike 2.0未按先轰动。租车的时候按这个，你要靠卡借车还是扫码租车，这个萤幕就会告诉你下一个动作，你照着萤幕的指示下去做就没有问题了。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随车锁，如果你是临停要去邮局要去喝咖啡，你不想还车，你等一下马上又要骑了，我们的临停这个锁车呢，是把这个龙头稍微转一下，插上去之后呢，它就锁住了。记者会中，在民代甲贵宾拢共同见证台南 U-Bike 2.0的启用，嘛因为用市民卡消费有折扣，意外大大提升办卡的顺门度。今日新闻管及采访报道。